由網絡創造嘅球衣風格，連明星都着住嚟影相，而且唔同品牌都推出無限嘅商品。點解咁多人都着波衫出街？今集我哋揾嚟球衣愛好者、古着店主理人，同大家討論下佢哋同球衣之間嘅經歷。咁啱我6月尾嘅時候去日本，唔小心就買咗8件同一個系列嘅東西啦。譬如你着名牌衫咁樣，見到人哋撞衫你係尷尬噶嘛，但係你着波衫唔會喎，你見到撞衫係哇正啊！由19世紀開始，球衣就已經係球會嘅象徵。有人會冒住生命危險嚟救球衣，又有人會燒波衫嚟泄憤。近年就變成潮流，引起關注。佢哋嘅穿搭其實係參考咗一班足球流民。究竟球衣背後又有啲咩故事？今集 Milk 嘅 Big Brand Theory 一齊同大家討論下點解要着波衫。球衣、牛仔褲加運動鞋係近年流行嘅 Bloke Core 穿搭，參考咗70同80年代嘅英國藍領，佢哋收工就會一齊去酒吧睇波。呢個字由美國網民喺2022年創作。Bloke 喺英國係師兄嘅意思，至於 Core 就係風格嘅統稱。而家運動風格受 Gen Z 歡迎，即使冇運動嘅習慣，佢哋都樂於咁樣着。香港有 Ivy So、Marv 同埋 Gareth T 等，外國有 New Jeans、Blackpink。雖然明星效應加強咗呢種文化，但不時都有人討論到底應唔應該着球衣嚟做穿搭。最近就有人將穿搭放上網絡，仲自嘲係鉗。究竟球衣係點嚟嘅呢？喂，有 Rex。喂 ，Hello。Rex 除咗係古着店主理人之外，更加係近40年嘅足球球迷，所以收藏咗唔少球衣喺店入面，仲會設計足球系列服飾。而家多人嚟睇波衫，主要係啲咩人咧？有啲人好中意足球啦，揾自己中意嘅球隊啦。咁有班咧就真係中意 fashion。其實而家女仔都好多買嚟襯裙啊，當係一件時裝咁着。有時我就會揀啲特別啲嘅花紋啊、圖案啊，同埋長袖波衫其實係比較少嘅。我哋成日咧咪話一啲唔識嘅球隊叫 Google 球隊嘅，而家變咗好似反而 Google 球隊嗰啲波衫咧，我哋仲好似中意。我都啱啱有入啲西班牙球隊，我真係覺得件波衫靚而入㗎，但係我其實唔係好識嗰隊波有啲咩人。足球最初冇限着咩色嘅球衣，英格蘭足總杯喺1871年開始嘅時候，規定球隊比賽要有唔同顏色嘅波衫嚟分辨兩隊球隊嘅球員，而球衣就成為咗比賽規則，亦都係球會嘅象徵。唔同年代嘅設計各有特色。呢件80年代嘅利物浦，其實佢都好靚㗎，都有，但係普遍係清好多嘅，同埋嗰陣時係未有球衣贊助，所以就感覺少啲嘢咯。而家大家都係會玩90年代嘅，90年代開始嘅波衫係鬆身啲啊嘛。同時間當時唔少都係 polo 恤嘅設計，部分仲有螺紋袖口，由手臂到身體都比較鬆身，比起近代嘅修身設計更加容易穿搭。見上面有啲波衫好得意喎，見到有個人樣喺度喎，呢啲就係我哋叫 bootleg， 即係嗰個年代90年代其實叫做翻版波衫啊。咁嗰時咧，多數就會喺啲球場出邊一啲小攤檔啊嗰度發售。佢哋未必話設計好叻，但係就係將自己中意想支持嘅球員啊，就將啲 graphic 印晒上去。但係近年咧，反而我哋玩足球文化就係呢件事真係好代表球迷咯。呢種衫就好似夏威夷恤咁，可以襯喺入面，配搭翻西裝褸同埋西褲。啱啱開始試着波衫嘅，可以試下黑色啊，或者白色啊，當係一件 polo 衫咁樣着。一定條褲就要着翻啲鬆身褲啊。如果條褲唔夠闊咧，放出嚟就變咗身長腳短咧，個比例就唔好睇啦。因為波衫可以 oversize 或者 crop 咁着，甚至可以 remake， 多變嘅特質令佢成為一股潮流。唔同品牌都推出類似球衣款嘅產品，一啲唔係傳統足球球衣嘅款都一樣受歡迎，成為街頭文化嘅一種。學校打波嘅都會着冇袖嘅波衫，但係唔係靚嗰隻咯。因為近排興着波衫咯，個 trend 係lace 波衫，咁明星或者同學都可以着到好靚咯。有人就將呢個文化列為 MK 嘅一種，不過就算海婷着幾多件波衫，都唔會夠冇波衫嘅足球流民咁壞。
1966年，雖然英格蘭第一次贏得世界盃，但二戰之後已經失去咗帝國嘅榮光。喺去工業化嘅政策底下，令到國內中下階層慢慢被淘汰。另一方面，殖民地嘅移民不斷湧入，形成文化衝突。加上1976年至1982年，英格蘭球隊利物浦、諾定咸森林同埋阿士東維拉接連贏得歐洲冠軍盃，令國內嘅人都非常沉醉於足球氣氛。一班極端嘅人亦都因為咁而誕生。足球流民，英文叫做 football hooligan， 專門喺球賽期間挑釁對方嘅球迷，再極端啲就會喺球場外周圍破壞。為咗防止俾警察認得，佢哋有一種獨特嘅穿搭風格，傳媒稱之為 casual。佢哋並唔休閒，更加唔隨便。佢哋會成立叫做 firm 嘅幫派，用服飾去代表自己嘅組織。Adidas 嘅設計師 Gary Aston 就喺一個訪問入面講過。當時仲係中學生嘅佢記得，10年嘅時裝潮流可以一晚就改變。足球流民會跟球會遊走歐洲，所以會將其他國家唔同嘅品牌帶返英國。佢哋會着貴價名牌運動服裝，上身有 polo 恤、運動套裝同埋風褸等等，而下身就有網球同埋足球鞋。部分人頸上面有時仲有條圍巾添，方便之後蒙住面搞搞震。喺1980年代初流行嘅 Fred Perry 恤衫，好快就俾 Lacoste 取代。到90年代有 Stone Island、CP Company 冒起 ，Burberry 同 Gucci 亦慢慢成為標誌。所以喺2003年，有英國酒吧就禁止着呢啲品牌嘅人入鋪入面，防止有暴力事件。由此可見，球迷文化同時裝有好大嘅關聯。科林從事過電台，拍過唔同網絡短片，而家係網絡平台主持，亦都係一個時裝購物狂。3年前成為波衫嘅愛好者，但只買日本球員嘅波衫，所以無論係大球隊定係次級嘅聯賽都唔會放過。#一日一波衫仲變咗佢嘅代名詞添。呢個其實唔屬於任何級別，佢係類似啲社區聯賽咁嘅東西，咁就叫做涉谷 FC。細字位咧就其實係日本嘅涉谷109嗰頭嘅街道嗰個十字路口，嗰啲暗花咧就係涉谷嘅景嚟嘅。自從中意咗波衫之後，仲令佢認識咗唔同嘅球衣收藏家，而佢最想要但又買唔到嗰件就借咗嚟俾大家睇。其實今日帶嚟最高價值嘅呢一件啦，就係想當年日本隊嘅火焰球衣啦。其實我想買㗎，不過呢件衫嘅主人唔肯賣俾我，價值非常高昂，市價而家嘅話係成萬蚊。佢自認崇日，中學就留意到有日本球員外流歐洲，所以不時都有買日本隊嘅波衫。而真正令佢有衝動不斷買嘅人就係佢。係因為一個日本球員叫3000分啦，咁我自己睇完佢踢波之後就哇咁勁嘅呢條友咁樣，咁跟住之後就想去買佢件波衫啦，跟住發現原來勁難買喎。原來你要揾到波衫鋪，或者你要特登上網運翻嚟，咁我就發現呢一個文化或者呢一樣嘢其實唔係咁簡單喎，咁我就越嚟越認同，越嚟越中意。日本足球比較遲起步，60年代發展日本足球聯賽，去到90年代開設 J League，揾咗唔少國際球星嚟刺激日本球壇。喺1998至2010年，國家隊外流歐洲嘅成員唔多於5個，但去到2018及2022年已經多達19個，成為亞洲嘅一哥。連帶日本隊嘅波衫亦因為咁成為熱話。咁啱我6月尾嘅時候去日本，哇！公布咗最新嘅日本球隊衫咯喎，咁樣我仲諗緊係咪假嘅？哇，不得了啊！呢單嘢，第二朝就一早起身就整裝待發，拖住個細篋，唔小心就買咗8件同一個系列嘅東西啦。有冇肉痛嘅感覺？係有少少赤嘅，俾錢嗰下，但係又會覺得人哋買唔到，我買到喎，咁樣點知之後原來個個買到嘅啫。以前唔踢波亦都唔睇波嘅佢，而家發現咗着波衫嘅樂趣，甚至仲改變埋自己買物嘅方向。某程度上，我中意咗着波衫之後咧，唔係太怕撞衫嘅，因為撞衫嘅話，你會可能留意對方係着咩球員，又或者係佢冇 number 嘅咁樣，咁你其實都有唔同啊嘛，有少少惺惺相惜嘅，就會着啲薄啲嘅外套咯。咁我着啲薄啲外套可以透到我字出嚟。我做一日一波衫或者成，我唔係話要改變佢哋嘅思維嘅，係啦。但係我希望俾人睇到，其實着波衫都可以好睇。你見到人哋撞衫，你係尷尬噶嘛？但係你着波衫唔會喎，你見到撞衫係哇
啫嘛。即係有時大戰前咧，你行學街有大戰氣氛㗎，即係如果哇敵對嘅喎，咁你真係互相啤一啤啊咁樣。有啲球迷不滿球隊或者球員就會燒波衫，不過足球係平等嘅，無論係明星抑或係普通人都會參與。波衫亦唔只係一個象徵，更加係唔同人之間嘅聯繫。有一次有個客人，佢就因為睇密碼難民，所以中意踢波睇波。咁再講，你邊度踢波㗎？我細細個西環大㗎。哇，同一間小學喎，勁啱，真係嗰次係打咗好多個冷震嘅。因為其實我爸爸後生係揸的士嘅，咁我真係同一班的士佬一齊踢波大嘅。佢哋未必好買好多衫，我覺得都係 T 恤啊，着翻自己嗰隊嘅球隊，跟住放工咁一齊去踢波。一間茶餐廳嘅多數就聚可以有10幾20個的士佬㗎，啲唔踢嘅都着波衫㗎，跟住仲會講㗎，喂，呢件正喎，咩嚟㗎？咁樣着波衫開工，哇，又舒服又幾光鮮㗎嘛。我去睇大阪飛腳，哇，一片藍色嘅，咁啊，即係個個都着住大家印住自己喜歡嘅球員。每一個禮拜嗰場波變成一個盛會咁，有一個少少嘅嘉年華咁樣咯。正所謂波係圓嘅，波衫係貴嘅，普通嘅一件波衫幾百蚊至到幾千蚊。近年仲流行上網即時拍賣球衣，一件有簽名嘅球衣要幾萬蚊，亦都非常常見。球迷唔會守財。2018年，球星 C 朗拿度由西甲皇家馬德里轉會至意甲祖雲達斯。C 朗嘅7號新球衣單日已經賣出52萬件，但喺前一季全隊加埋都只係賣咗85萬件啫。至於美斯贏咗世界盃嗰6件波衫，喺蘇富比更加以780萬美元成交。對好多國家嘅人嚟講，足球係個希望，中意嗰隊咪繼續支持，一齊經歷咯，一齊成長咯。我老婆都會話：哇，點解你睇波睇到咁瘋狂嘅？利物浦又唔係喺香港嘅，哇，攞冠軍你喊嘅，你結婚都冇喊喎。我覺得運動啊，足球就係有嗰個魅力咯。早前華倫西亞有水災，有個球迷就冒住生命危險，去到充滿泥濘嘅地庫救翻40件波衫。無論係邊一代，答案都好純粹。如果我 support 呢個 team 咁啊，我一路着住呢個波衫咁，我自己好開心，同埋我中意我後面有個球員嘅。我呢件就係哇，我都唔記得幾多年啦，其實都喺20年前應該都係。佢唔係咩草嚟嘅？唔係㗎，真係嗰陣時舊版嚟嘅。係啊，咁嗰陣時我不嬲都係阿仙奴 fans 啦，咁嗰陣時呢件都有第一件買嘅波衫，望出嚟舒服咪 OK 咯。低潮都要撐㗎，係咪先？咁唔通輸波就我過隊啦，係啊，過戶啦咁樣。你又點睇球衣穿搭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我哋70幾嘅大佬，我哋嗰陣時踢波好，即係着條爛鬼褲嘅啫嘛，邊有咁多係嘛？而家靚好多，睇價錢又貴啲啊！波衫第一方便係嘛？點樣又容易洗？我呢件都唔知着咗幾耐，南華會嘅你話幾耐啊？我哋嗰陣時你話幾耐啊？你都未出世。